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相信最近大家都會喺唔同嘅平台或者朋友口中聽到力萬呢間公司。力萬其實係2018年喺韓國成立，力萬只用咗6年時間，全球銷量累積20億美元，全球會員高達41萬，已經發展咗10幾個國家。喺舊年2023年嘅3月就進入北美市場，同年12月就進入台灣市場，而喺2024年7月份就到咗香港啦。喺2025年，力萬會發展多5個國家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同埋墨西哥。點解大家會熱烈討論力萬呢間公司呢？同埋點解力萬公司吸引到咁多經營者加入力萬呢個平台？因為力萬係一間好有實力、發展迅速同埋人性化嘅公司。而最吸引到我就係呢個品牌居然有4位韓國巨星做代言人。最後我了解得越多力萬公司嘅資訊嘅時候，我就好想去加入啦。由開始計劃到而家，團隊人數不斷迅速增加。究竟點解會有咁多人都會捉緊呢個機會呢？因為呢個真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，絕對可以360度反轉我哋嘅人生。我而家就同大家介紹翻力萬嘅6大優勢。第一個優勢就係力萬有一個強大嘅營銷力。我想問下大家，知唔知一間公司要揾一個巨星級嘅明星做代言人，係要使幾多錢呢？應該係一個天文數字。力萬公司其中一個代言人就係金泰熙。金泰熙就係代言咗我哋其中一個嘅生頭髮產品，佢仲承諾用呢個產品係有4星期嘅明顯變化。大家思考一下，有呢個巨星代言個品牌已經唔容易啦，佢仲要承諾產品嘅功效。如果呢個新發產品唔係真係有冇厲害嘅功效，佢又點會咁輕易承諾呢？除咗金泰熙之外，我哋另外有李英愛同埋全智賢代言，仲有韓國男神元彬代言力萬嘅護膚產品。頭先就講要揾一個出名嘅代言人，講緊嘅係一個天文數字，而家係4位非常頂級嘅韓國巨星。你話力萬呢間公司係咪好有實力，居然可以用咁多錢去做 marketing 呢？除咗有4位代言人之外，公司喺全球時尚雜誌打廣告，仲有美國 New York Times Square 外牆設置咗戶外大型嘅廣告展示熒幕。你思考下，個 marketing 做得咁好，其實就係要睇最短嘅時間，俾更多人認識力萬嘅品牌。對我哋經營者嚟講，係咪一個非常好嘅幫助呢？力萬嘅另一個優勢就係消費者100%滿意。咩叫做消費者100%滿意呢？平時我哋用咗護膚品，大家都知道成分最主要係水，可能係用蒸餾水。但係我哋用嘅係韓國濟州島擁有40萬年嘅火山熔岩水。濟州火山熔岩水到底係咩呢？佢係一種40萬年沉積嘅天然海水，原來裏面有豐富嘅物質。佢嘅溫度、鹽分同埋酸鹼度，1年365日都係穩定咗。所以產品成分係用呢啲高質嘅天然水，絕對唔係一般嘅水，係咪好獨特呢？我哋另一個核心成分就係新鮮嘅巨型積雪草。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好多護膚品都會加入積雪草，但係我哋力萬嘅產品用嘅係自己培植嘅新鮮巨型積雪草。坊間有好多護膚公司只會用又乾燥又細塊嘅積雪草去做材料，力萬就唔同啦。我哋用嘅係第45天採集返佢嘅新鮮巨型積雪草做護膚品成分。力萬嘅積雪草比一般積雪草大3至5倍，佢唔單止體積大，功效亦都提升咗好多，所以可以快速幫助皮膚修復細胞。例如亮白效果提升50%，改善皺紋提升63%，清除自由基，抗氧化效果增加143%。另外，力萬亦都創新研發咗超微流微脂體傳導技術。呢項技術可以幫我哋將產品成分無需用任何儀器，只要用力萬嘅護膚品搽上塊面度，就可以深入滲透至皮膚底層細胞，令到肌膚更加透亮潔淨。